不会，还不会，口罩戴好应该还可以。会啊，会。你们现在不会来了吗？台南本地的我不会。满意啊，还可以啊。他们就会讲说，就是排队的距离，或者是口罩要戴起来这样子。不错啊，他们刚刚有拿那牌子在那边走，然后真的有保持距离，还不错，都有宣导。对啊，还有大声公，可以啊，不错。摊商大部分都戴口罩，就都戴着口罩，然后东西就是买回去吃，就不要或者是在夜市里面吃。对，量体温，洗手。戴口罩、喷酒精。一样，都准备了。大概剩2层。剩2层，我消毒一下，开进去哦。我消毒7层7层那么多，7层真的很多。戴口罩啊，戴口罩，然后如果像有客人没戴口罩，就稍微提醒他们一下这样子啊。说我有提供酒精给客人使用，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餐具都是给客人自行拿取，所以在拿的时候我们会叫客人先消毒，然后才能拿这里的餐具，我们有盖起来。啊，每次跟客人接触完之后，我们也自行用酒精消毒。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交通部观光局日前公布5·1连假全台旅游市景点，台南市的夜市几乎名列之中。而该如何拯救大五花的商机呢？台南市政府由韦哲市长带领夜市防疫不松懈，市长也亲自到夜市宣导防疫工作。进入夜市不但要量额温、酒精消毒，还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禁止试吃，建议外带等等。市长也呼吁民众不必过度恐慌，照日常的生活，不过要做好高度的防疫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夜市是台湾的特色，也常见在台南的很多地方，也是很多市民们收入的来源之一。政府不只要保护市民免于受到新冠肺炎的危害，也要让市民免于经济的困顿。随着疫情慢慢逐渐稳定，我恳请大家，只要我们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消费，就能让许多家庭能够继续正常的过日子。因此，我也呼吁所有想到台南的民众，请维持正常的行程，但是用最高的规格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只要我们戴上口罩，只要我们保持社交距离，就能够维持正常的消费，我们的社会就能够正常的运作。市府会尽全力来做好管控与消毒，给大家最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4月30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3次定期会上午开议，市长为提一早就到议会拜访活动团，并且肯定议会做好防疫，并无停议。市长强调，台湾已经连续5天无确诊的病例，嘛希望疫情上好5月开始就当结束，让一切恢复正常。台南市议会防疫无停议。上午召开第3届第3次的定期会，伫个防疫期间，议会不但伫个1楼大厅设立防疫站，就连进入议事厅嘛有第2道的风扇。市长表示，虽然有未少个县市因为防疫来停会，不过嘛是有照常召开。市长希望台湾的疫情会用赶紧结束，让各行各业恢复正常。开议就是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机关的一个正常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当然要尊重议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尊重，但是一方面要兼顾这个监督时政，一方面也要兼顾防疫工作，所以难免会是希望说，这个我们很多防疫工作还是要大家努力做。那最好是像陈时中部长所说，到5月疫期就结束了，防疫工作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这样子大家回归到生活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其实反而比较好了。定期会伫开幕式过后，议长郭信良也首先介绍市府的几位新接任的局处长，包括新闻处、观光旅游局、经发局、水利局、甲农业局等官员甲议员来熟悉，并完成定数委员会审定的议事日程表。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
台南市会定期会头一天除了确定日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市长的施政报告。伊伫15页施政报告书当中，有关内容防疫的占了一半。虽然多位议员对市长的防疫政策表示肯定，不过伫劳工的纾困甲振兴经济顶面，议会也希望市府搁再加强。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3次的定期会上午开议，由市长黄伟哲带领市府的团队进行施政报告。报告中，首先感谢议会顶会期通过市府109年度的预算，而且108年市府总决算税入税出阁剩余39.5亿，是连续5年来出现的剩余。接续市长嘛将重点放伫个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包括多项的超前部署。伫个6都的防疫满意调查，会用得到超过80%的满意度。每个市民都是社会的防疫英雄，共同来守护台南，共同来守护台湾。这段时间市府也受到各界的爱心，不管是捐赠口罩、捐赠防护衣、捐赠护目镜捐赠面罩，还有捐赠等等的还有捐赠资金，还有捐赠相关的酒精或者是洗衣手乳这一类的干洗手的。这些物资都源源不绝的涌入，我们也把这些物资发交给防疫指挥中心配发给各个第一线的防疫单位以及各个市府的各个单位。伫市长的施政报告完毕，虽然多数的议员拢真肯定市府的作为，不过伫个疫情过后，如何振兴经济、帮助劳工急难救助、纾困等，希望市府会用重新盘点。各产业类别加以斗3工。像有些人他自己做一个小生意，他根本没有劳保，可是因为这次的疫情，他受到很大影响，可是他完全申请不到这个补助，急难纾困他也不符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希望说市长这个部分能够针对这样子的情形这些很自营业的这些小摊贩，怎么去协助他们。刚刚有民众打电话，我没有劳保怎么办？我想这方面市长你这边是不是有所就是这么一个配套措施出来？没有加入工会的，甚至他本来就没有劳保的，像这些都是基层在真的实际在做工作的人，那这个面临这个防疫的时候，这样直接冲击就是他们。伫第一天的开幕式加市长施政报告过后，议会明仔嘛将针对严重特殊传染性的肺炎防疫甲纾困的振兴措施做专案报告，由副市长带领各局处来列席。预计也成为各议员质询的焦点。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5号劳动节的连续假期，这几天连续批评交通部的市长黄伟哲上午开始替中央解说1968 App 是提醒景点，并不是经示点。爱大家应该利用年假出外旅游，而且年假到台南市府嘛祭出挂翠暗打卡，也可以当对外购置限定文创品。但市政府伫防疫同时，为了降低观光旅游的冲击，市长黄伟哲一透早就邀集60间台南观光大房等相关业者座谈，会中除了听出业者对纾困振兴方案的想法。并且选择5号连续假期安心游台南，强调中央1968的功能已经做出检讨，主要是作为景点的人调提醒，以民众的防疫优先。所以市府嘛已经做好人调的疏散甲管控，请大家安心出外佚佗。我们现在要做2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忙这个台南的旅宿业者以及台南的观光景点洗牌，要澄清。这些台南的观光旅宿业者，其实我们的防疫工作都做得很好。那也欢迎大家在连假的时候，明天开始的连假，大家踊跃的这个到户外走走看看，吃吃喝喝，玩玩逛逛买买，这都我们很希望的。但是人潮人流我们都会好好控制。如果万一人流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做一些疏散以及这个管控，请大家放心。但是请大家出游的时候也要戴个口罩洗个手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基本的。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帮1968洗白了1968基本上就诚如陈时中部长所说，还有我们副指挥官陈宗彦副指挥官所说的，基本上是
这是提示的景点，并不是一个警示点啊，这只是一个景点，做提示。虽然它里面的有一些点是不很精确的啊，譬如说已经歇业的夜市，没有好，或者是已经这个没有在营业的这个动物园。那甚至在听说有一个夜市已经歇业7年了，还被列入这个观测点，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要替1968洗白。反正中央已经说过会好好把这个部分滚动式检讨，我们要尊重他们。市长强调，市府除了甲业者合作并观光，将受疫情影响的冲击降到上低。观光旅游局嘛接了这波廉价，要送出台南特色的商品，也是限定的文创商品。只要民众游览台南比1968历历警示的29位景点，上传伫好翠暗的相片打卡分享，得当免费兑换。第一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地方局对今年2月开始的派员加强宣导交通安全，特别是骑慢车爱依照规定2段式倒弯。29号伫下班的尖峰时刻，分局长嘛亲身带队伫北区上只发生事故的倒车路口，呼吁骑慢车主来到这一定要注意路况，安全第一。为了担起北区海岸、临安、公园南路这嘛是当地民众所讲的误车路口。因为路型复杂，加上行车动线冲突，已经列入容易车祸事故路口，所以地方分局顶个月就开始结合议员、交通界服务处、甲电行李守望相助队，积极宣导2段式倒弯。29号下晡，分局长陈金文嘛率领副分局长亲自到场宣导，呼吁机车族一定要注意路况甲警示标志。5分局以及正兴里巡守队和我们志工中队在这个多叉路口实施交通安全宣导，希望大家遵守2段式左转，尤其是我们骑慢车要往公园南路或是临安路行进的时候，需要在我们临安路这边的待转区实施待转，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车辆的一个交织车祸的发生。希望各位乡亲能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这边5分局关心你。海安路这个路口是属于多叉路口，容易产生交通事故。那本分局今天特别结合正兴里巡守队以及我们志工中队，来到这个路口实施2段式左转的一个交通安全宣导。因为实施2段式左转的话，可以避免车辆的交织、车祸的产生。市政府已经有规划。相关的这个牌子、标志、标线，那希望在这边宣导，让民众可以遵守，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确保民众的安全。宣导会中，一旦看到有机车主因为无2段式，直接就被警察抓落来。不过警方也是先以宣导辅导为主，并无开900块的罚单。地方分局表示，因结合地方的力量宣传，就希望有效降低车祸事故临时开单。呼吁民众安全第一。台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武汉西安病毒互大家惊吓，不过大同中央酒店却利用病毒做出果水造型的点心，不但五花杂色，相当吸引人的注目，而且设计出这款的点心，其实背后有一段温馨的故事。因为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拢受到牵连，甚至还有小朋友因为疫情的缘故，
学校被停课。伫个大塘中央酒店烘焙坊工作的西点师傅陈冠廷，为了让家己的查某孙仔减少着惊，就利用家己的专业，设计出新冠病毒造型的甜点，相当趣味。因为疫情的关系，打开电视机，每天都是疫情的新闻报道，所以大家心情都很紧张，然后忧心忡忡的，然后就连5、6岁的幼稚园小朋友也会担心，所以我们想要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可以让病毒变得不那么可怕。所以和同事讨论下后，用大人小孩子都会喜欢的巧克力做成病毒蛋糕，然后里面有54%的巧克力慕斯，搭配湿润的巧克力蛋糕，然后还有酸酸甜甜的红浆果慕斯。上面还有新鲜的水果、花，还有小蝴蝶，就会像小花园一样充满生命力。吃它的时候打破它，就像我们对抗疫情一样。特殊的造型以及丰富的内涵，嘛，互新冠模拟巧克力球伫个母亲节的当期加添了袂少的话题。第一眼会看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感觉，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蛮害怕这个病毒的啊，就感觉就吃它会。可以消灭这个病毒，还蛮好玩的这样子，把它做得很可爱这样子。铁拐干烘焙坊呢也有提供2个母亲节蛋糕哦，一个是真心礼物，一个是真心诚意。那对于传统的蛋糕呢，如果你们觉得比较制式，也可以挑选我们这一次的新冠魔力巧克力球作为母亲节礼物，其实呢都是有一些可爱的故事在里面。那欢迎大家可以在现场选购，也可以在线上选购做预购。母亲节特别来到大塘中央酒店，即届推出的趣味造型甜点，不但好看，而且嘛好食。民众如果食惯了传统的鸡卵糕，嘛会用个考虑选择这款的甜点。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南市为了打造多元族群的优胜城市，目前有35位专职的原住民老师，才为族语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而这回因应疫情，原民中心嘛出版一种兼顾防疫宣导甲族语教育的典范，甲学生用族语讲出勤洗手等各种好习惯。来到县立国小，会当看到原住民专职的老师，将一对一进行布农族学生的语言教育。较特别的是，这回老师用的教材，就是原民中心拄出炉的文宣，特别将防疫观念，包括勤洗手、多运动等等的口语，写成学生拢会使用到的电板顶边，教学生如何用族语讲出各种好习惯。马嘎斯嘎斯打伊玛，那早上要不要早起、早睡、早起、早睡怎么念？嘎杜少拉变马沙巴。乡教局甲原住民教育资源中心嘛，针对这款结合防疫宣导甲语言教育的创新发布消息，强调马布隆也就是阿美族的大家做回来。元气马布隆，一起来加油！其实局里面每年都有给我们文创的一个经费，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想要说做这个防疫，是因为看到全国都在做防疫，而且防疫工作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想要在教育上面也尽一些防疫的一些心力，所以呢就把守护台湾从我开始，让每一个孩子他们收到这个电板的时候，他们除了防疫的教育之外，他们还可以学习族语，所以我们请族语老师帮我们把族语都翻译，然后勤洗手，然后多运动，这一些让孩子学习族语也可以提升免疫力。这上面有阿美族语、布农族语、排湾族语，还有鲁凯族语。那我们的这个口诀我们的标题是说元气马布隆，马布隆是阿美族语的一起，大家一起防疫一起来。根据原民中心表示，电板一推出以后，开放各校申请，10分钟内已经有23间学校提出相当踊跃，而且后续这批2000份的文宣品，目前56间学校拢已经申请查址。教育局表示，各校若阁有需要，会当直接伫网络下载图样，家己制作。台南新闻郭文吉、郭博义采访报道。
现主时太阳能板运用愈来愈普遍，不过要安怎清洁甲保养嘛成为重要课题。所以太阳能业者开始甲无人发电机的厂商配合，运用无人发电机来检查放伫厝尾顶的太阳能板，达到省时个省工效果。台南拥有全台湾上长的日照时间，对此太阳能发电已经成为台南再生能源的重要选择之一。但其中太阳能所使用的太阳能板的维护甲清洁，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以市府周边的太阳能板为例，传统人工巡视到有破损，大约需要1点钟；但如果是使用无人机，大约只需要10分钟。同时，还可会使透过热像仪来快速判断太阳能板的状况。对此，无人机的使用也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关键。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感谢两间公司的协助，也期待无人机未来的使用会使扩大到更较侪的面向。其实许多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了。那现在今天刚好这个台南市，我们有许多这个太阳能面板，不管是架设在屋顶的，或是平面型的，事实上它都有一定需要定期的清洗。那清洗当然是用清水的清洗。那人工有时候爬高，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方式，用无人机试行用无人机的方式来做一个清洗的动作。所以非常感谢经纬公司我们的罗董事长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相信这样的用途应该是非常非常广的。那台南市一直是我们的这个绿能城市，那所以说针对绿能的设备，一方面我们要展现这个的这个方便性，一方面展现它的安全性，更展现它是用清水可以清洗的。所以面对什么用药水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假讯息、假谣言，我们觉得其实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市长也要求其他的政府单位应该扩大无人机的使用，同时也建立种子教官，培训家己的人才，唔但会使协助市府管理更加有效、更加快速。也会使让台南成为全国重要的 AI 无人载具的试验场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声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22度到30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4月30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